要進步就千祈唔可以停步，除非至好嘅喺眼前出現，我先至會破例停低欣賞。唯有聖安娜月餅，只有咁清香嘅蓮蓉同一級靚蛋黃，一啖冰皮三重口感，當然贏盡掌聲。追求最好就係我進步嘅原動力啦！王者之選聖安娜月餅。要進步就千祈唔可以停步，除非至好嘅喺眼前出現，我先至會破例停低欣賞。唯有聖安娜月餅，只有咁清香嘅蓮蓉同一級靚蛋黃，一啖冰皮三重口感，當然贏盡掌聲。追求最好就係我進步嘅原動力啦！王者之選聖安娜。